晚上好，来看天气。预计下周我区大部雨势不减，多数地方降雨过程频繁，尤其是东部南部降水强度比较大。那么预计今天夜间，林芝市、山南市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，局地有大雨；那曲市、拉萨市、昌都北部、山南东部、日喀则市北部、阿里南部一带应有小雨或雷阵雨，局地会出现中雨。明天白天，昌都南部、林芝市、山南南部、日喀则市南部会有小中雨，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；那曲市、拉萨市、昌都中部北部、山南东部、日喀则市北部、阿里南部一带应有小雨，局地会出现中雨。受持续降雨影响，明天在东部和南部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都比较高。那么其中呢，像聂拉木、吉隆还有墨脱呢，将会达到2级，风险高。好，来看一下具体预报。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4到25摄氏度，桑珠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，帕里小雨8到15度，祁隆小雨转多云9到20度，乃东区多云转阴14到25度，嘉查阵雨转小雨15到25度，洛扎阴转阵雨11到18度，巴宜区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，墨脱中雨20到26度，工布江达小雨转中雨13到25度，卡舒区雷阵雨11到25度，巴素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，查雅雷阵雨转小雨14到29度，色尼区雷阵雨转小雨7到18度，比如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，山楂小雨转雷阵雨6到18度，噶尔县多云11到23度，日土多云10到21度，普兰阵雨8度。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看。